过来看到客家电视台制作嘅新戏《出境事务所》对2024嘅国土出发，来呈现普通人认为係較尖起嘅生死話題，用愛堅強還有告別為主題，係全台灣第100有嘅電視劇嘅題材，一用死亡來比論做係一段理想出境到另外嘅國家，用輕鬆嘅戲劇手法來呈現。全劇20時會對3月30日到禮拜日到拜四暗晡8點放送。陳大哥，我們上車咯！出境事務所係用聽眾業者做主題嘅戲劇節目，用靈異公司導向發生嘅故事來看生死也嘅人生課題。戲劇演員吳孔義做一個歸屬人分享嘅靈異事，每一陣案呢改變呢伊對靈異事嘅印象。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好的禮儀師不只是幫你把喪禮辦得很漂亮，好的禮儀師是可以讓家屬感覺到有一個人在旁邊陪伴他、支持着他，然後讓他好好的度過這段時間。太太要會，小恩，師母好。除睇講生同死，面對戲劇導向嘅角色來看，人生當中會遇到嘅各種感情，易多易複雜。除睇往生者繼續家屬安養嘅情感將會變開來，愛觀眾聽到戲劇導向嘅角色，對一類又一類嘅理解，用快樂祝福嘅心情來面對死亡。是從一個害怕的角度去，反而我們是從一個人性的角度，希望把每一個角色他們是人的部分，這只是他的工作，他在工作裡會面對這些生老病死的問題，可能當他回到他人性上，他會怎麼看待你的人生的這一段旅程，陪伴你的人可能就在這個點或那個點，但是錯過了就沒有了，所以去把握這個當下是最重要的。全戲對準備到戲，經過為3年南，係許多高雄案演，同人家實際嘅從今來戲，希望觀眾會有韓國真實嘅感受。面對生死，唔要準備好嘛，我用勇嘅態度來面對人生最美嘅一節路呢，等等出境事務所來好安勇嘅好好告別。時間的網流出了美好過往，終究會翻越心裡的那一道牆。下個新聞，鍾淑菲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